都来这边了，所以就刚好给我们100分钟。是这样吗？这样的吗？没有啦，下面也是有高手，高手中的高手呢。哎，拜，好了，那就我们先彩排一首。怕会被发现哦。哎，好，我们先彩排。大手计时，好，开始。还没开始啦，不要拍啦，我在彩排。在有一天的晚上，我们坐在河堤上，看见天空的月亮，我们准备把歌唱。我突然发现明天的月亮越亮，越是老人家说的月亮的路语。他们说会发生大事情，也许吧，但是我们还是预备把歌唱。好了，彩排结束。然后我们就这一首歌一直唱到结束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